2526香港足球明星選舉最佳青年球員金志健。最佳青年球員係為咗 First Young Player of the Year goes to Kam Chi Keen Jason from Kitchi。最佳青年球員呢個獎項呢，係為咗23歲或以下嘅後起之秀所創立嘅獎項。身高1.92米嘅金志健，歡迎，恭喜晒！我哋有請咁多位嚟到中間前方嘅位置一齊合照一張好嗎？好，我哋望大會攝影師鏡頭喺中間前方就可以啦。金志健今季為傑志上陣超過28場，包括23次正選，貢獻1個入球。呢一次係呢位22歲中堅第一次贏呢個獎項。恭喜晒！亦都請金志健留步台上嘅，先有請聶女士、余再賢同林婉婷呢，可以喺台兩側稍等。我哋亦都將個時間呢交俾金志健同大家講幾句説話，好嗎？咁首先好多謝伍生啦、馮生啦，同埋譚生一直以嚟對球會嘅支持啊。咁就好開心今季遇到一個好好嘅教練啦，好好嘅教練團隊啦，幫我好多同埋俾咁多機會我。之後仲有一直都分享經驗俾我，同埋同我一齊努力嘅一班隊友啦。好開心同埋好有幸可以同咁多位合作。希望呢個獎可以俾到鼓勵我，下季繼續進步。Thank you。